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早起11点半，气象局解读卡路的红海上风台警报，提醒今仔台湾各地要特别注意强风，中南部的山区会继续落大雨。经济署预告要提悬乌青的减基奖金，差价一支签有12000块的奖金，这是手签减基奖金嘛提悬到6万块。南韩昨有嫌犯赛车弄过路人，佮去百货公司乌白杀人，造成1个人死亡，13个人重伤。先开始来看气象局伫今仔透早5点半解读卡路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哦。风台豆豆离开台湾，往日本的琉球移动。早起11点半嘛解读海上风台警报。也毋过气象局提醒讲，今仔台湾各地就要特别注意强风。中南部因为吹西南风哦，所以山区的雨会落愈大。拜六礼拜会阁继续落雨。另外，今年的第7号风台蓝温有机会伫这礼拜日形成。画面内底，这张树啊，规个倒去，甲国道2个车道炸掉咧。一台轿车闪避转直接撞落，加在是无人受伤。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持续影响，新竹以北、高雄、屏东、甲台东沿海较宽阔的所在，拢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台北市有点头的空板去互风扇落去，停伫路边的铁马嘛规个倒去。卡路风台过去3点钟，强度有小可减弱，而且暴风圈有较缩小。风台中心目前是伫台北东北边的海面，向东北东行刷。警报虽然解除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好大雨哦。我们在连续降雨的情况之下呢，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坍方落石的现象。那没有必要的话呢，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短延时强降雨呢，也会造成一些像是伴随雷击、强阵风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气象局提醒，就算卡路风台渐渐要对北边离开，不过拜五规工各地要是爱注意会透风。中南部山区爱注意会有大水雨，尤其是南投县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大水雨，或者是超崩大水雨。嘉义县、高雄市山区嘛可能会上大雨。现在日本东平海面的热带扰动要持续地发展，上紧可能伫礼拜到后礼拜一发展做今年第7号风台蓝温。路线会向日本关东去。2、3天后，就是可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还会再有新的热带扰动。按照目前整个预报的高压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会往这个日本附近移动哦，离台湾应该是蛮远的。天气分析师提醒，卡路风台可能伫这个拜六礼拜，佫一个影响日本沖縄话。那第7号风台若是形成，可能伫后礼拜3了后影响日本关东。最近若是要去遐旅游的民众，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昨中昼有一台台电外包的工程车伫桃园的复兴区，因为山区落大雨，路真骨哦。驶弯的时阵，并车对50公尺悬的山顶落去山骹，造成4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桃园市路检处是讲，台电表示因无伫风台天出任务，这间外包厂商嘛无回报讲有派工，所以初步调查应该毋是施工造成的意外。其中有2个是本国人，然后2个是逃逸的行踪不明的移工，2个是由观光签证的移工，2个观光签证的移工目前是正在医院救治当中。如果违反就业服务法的部分，我们会采处最高是75万元的罚款。台电表示讲，昨风台天并无安排施工，外包的厂商敢是临时派人去复兴区做作业，嘛无解了解哦。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今仔会派人去台电公司稽查。再来看台中的山区，昨开始雨落袂离，中华便道3.9公里的所在，今仔透早崩山，双向的交通拢中断。公路总局是评估讲，至少爱3日才有法度畅通。大型的山鸟青毒吐礁，双边的交通完全中断。受到卡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中市和平山区为3号开始风雨增强，中型便道3.9公里的所在，4号透早发生大规模的崩山，崩落来的量体大约是1200立方公尺。因为雨势不断，佮加上有大粒石头挡掉的，公路总局各管公务单评估畅通需要3天的时间。比较困难的是现在正在下雨，而且有一颗很大的孤石哈，大概这个孤石的体积大概在500立方公尺左右，需要做后续的裂解。
公务段会随即派员进去清除，预计抢通时间约3天左右。和平区其他的路段是有树仔倒去的灾情，东徛路2段10.5公里，也有梨山台七甲线67.7公里的所在，拢有树仔倒去占着车道的状况。警员顺路发现，赶紧刷去路边，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该路段又是法夹弯，担心未立即排除，易发生交通事故。远景徒手将枯树枝拖到路边，维护用路安全。外围环流，佮加上西南风，台中山区预计也会出现大雨。当地警方呼吁民众，若唔是必要，尽量莫出外，尤其应该避免入山。若是发现道路中断，会使通报警方或者是公路总局。记者台中报道。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高雄的山区有5个行政区拢停班停课。早起6股的雨是一阵一阵哦，老龙溪的溪水嘛拢涨起来。第23的达明坝克路桥嘛，互土石仔拢冲歹去咯。目前双向拢封起来。桃湾区的复兴里、拉福兰里、佮有海山里哦，对外联络道路嘛拢中断。高雄山区上新的情况，咱嘛连线互现场的记者。是主报记者目前人伫高雄6股区的老龙溪溪畔边啊，透过镜头你会当看到老龙溪溪水是已经涨起来，涨甲非常的悬。因为昨日伫6股区的暗时是落了非常侪的雨，因为这个雨量已经是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等级，所以高雄市政府伫昨日嘛已经宣布，伫这个南马社啊，佮有桃湾区、6股区等5个山区的行政区域，今仔日拢是停班停课。伫山区6股的山区遮，雨势是一个大雨，一个无雨。只要是落雨，雨势拢会真大。伫个这个桥梁的部分，因为这个大雨炸来真侪土石，来牵着民霸克路桥第5节的 H 钢梁，因此伊目前是来封闭的，禁止着人还有车辆来通行。伫个桃园区高中里的部落道路嘛有落石的状况，区公所是伫个昨日就来针对着保全的对象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宣导，不过嘛有4位民众烦恼有危险是先撤往着收容中心。来听一下较早进前的访问。是连续下雨，然后有土石流进到屋子，所以雨会比较大的话，我都会把小孩子先带下来。目前当地到早是10点进前累积24点钟的雨量是将近60毫米。区公所表示，因为雨是一阵落一阵无落，所以讲灾情目前也无传出来。不过因也是非常的谨慎来看待，因此是伫个昨日就先申请着军方人员进驻，若是有任何的状况，会随时来帮助民众撤离。以上是伫个现场的状况，甲镜头交予主报。咱再来看嘉义山区哦，昨暗日嘛落大雨，气象局甲水利署的资料显示讲，嘉义阿里山乡佮竹徛乡早起8点半累积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山区的部分道路嘛，因为树仔倒落去甲崩山，影响到道路的通行。乡公所甲县政府已经抢修道路，嘛呼吁民众哦，尽量都唔通去山区。嘉义县阿里山乡山尾大桥下骹的闸门溪，经过昨的大雨，互溪水涨大水，水势看起来是相当惊人。除了闸门溪涨大水以外，山区阁有一寡路拢有树仔倒去、石头落落来的情况。风台卡努带来的大雨，互嘉义县阿里山乡造成交通的损害。今天经过1夜的暴雨我们造成我们169线27K 的道路中断目前我们已经联络厂商做一个紧急抢修。嘉义县山区为昨开始落雨，累积到今仔早是8点半，竹徛乡甲阿里山乡拢有超过200毫米的雨量。大雨造成土石落落来甲树倒的问题，嘛影响到交通。阿里山乡公所都呼吁民众无必要卖伫外山区。阿里山乡整个都是就是169线路不通就是通往我们实作到达班的路是不通的。现在是雨大风大雨大我们目前是有一些我们对外交通都不通。大雨造成山壁边出现细水墙，嘛不断冲落来一寡土石。阿里山乡公所甲嘉义县政府已经派人咧抢修道路，陆续排除因为风雨的问题未通的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伫一场活动表示讲，台湾应该着爱正做资讯应用的大国。另外，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早起搁再批评民进党的前瞻计划，伊嘛批评讲政府拢会做假效。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早起是伫桃园成立妇女后援会。出席2023总统杯黑客松工作坊，副总统赖清德提出，台湾走向数位化时代，应该爱成为资讯应用大国，通提升未来的竞争力。
我们的人应该是要成为资讯应用大国。开放政府要去做以外，就是我们基本资料，我们如何去应用？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这两个是不会冲突的。赖清德无用国政嘛避战2024，最近南北阵营一直讲前瞻基础建设的议题。民进党一定7月开始，到全台湾立委选区举行温暖好情的说明会，向民众说明施政的成绩。不过，民众党郭文铁搁再批评前瞻计划，嘛批评政府甲特别预算常态化是伫做假象。前瞻计划，我们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你怎么是先编预算再写计划？前瞻计划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分道扬镳，你知道吗？分手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财政纪律，钱乱花。行政长陈建仁讲，政府预算编列拢有经过立法院审查通过。颠倒讲，郭文铁伫讲假话，为了争取政治的声量，无顾良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甲党主席朱立伦回访桃园，出席妇女协员会的成立大会。桃园的预算跟经费，中央往往对桃园现阶段的支持是不够。我到总统帮桃园争取更多的预算来建设，好不好？不过，繁华也未完成整合，当地美国访问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动作真多，唔拿到棒球场，替伫美国的选手张玉成加油，搁伫面册提出体育政策方向的规划，互外界解脱郭台铭想要独立参选总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警政署要鼓励民众检举乌青哦，伊个讲要来提悬检举奖金，差着一支青都有12000块的奖金，比本地增加3倍到6倍。另外，这些手青检举的奖金哦，嘛提悬到6万块。望讲全民智慧监督来维护治安。这个查甫人伫网络顶展出伊社交的影片，去警方伫因兜抄着2支无记枪甲散弹枪的枪支。防以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上班，为了抓出持有枪的恶霸，鼓励民众检举。警政署已告修正草案，甲家己做的枪、甲改造的金属的假枪合并做非制式枪。一支枪检举的奖金为2000块至4000块，提悬到12000块，奖金增加3倍至6倍。制式的枪检举的奖金为一支5万块，提悬到6万块，希望会当加强医护治安。政府为了要加强治安呢，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成立了这一个扫黑的这个专案，然后也成立了这一个相关的措施，我们会继续努力来把这一个治安做好。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12年1月至6月，查到制式枪29件，非制式枪有393件，其中无记枪占8成。学者认为讲，提悬检举的奖金，确实对警察人力有帮助。不过，希望会当甲改造假枪的红线明确化。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如果可以提高大家来共同检举这不法枪支，尤其我们要选举的很多暴力案件都跟枪的使用有关，界限红线画清楚的话。林如春表示，台湾金属假枪的产业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即嘛非制式枪嘛包括金属假枪的改造。不过改造的标准如何，也未明定，敢会因为安尼冲击到产业，需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韩国的行机道有嫌犯塞车弄过路人，后来落车入去百货公司，看到人就抬，现场是真恐怖。这个嫌犯嘛随后警察抓起来，也毋过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商场为外口甲内底涂骹拢是血迹，就知凶手刷电动路线，甲受伤人心中有偌惊吓。嫌犯当场被抓，佢向警方一直讲，经过前道不明组织车来抬人，想要将不义的代志公诸大众，初判伊无食毒或者是食酒。媒体报道指出，伊做上会馆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이상 동기 범죄에 대한 국민 불안이 극도로 높은 상황에서 이와 유사성이 있는 사건이 연달아 발생함에 따라 시안을 담당하고 있는 경찰의 책임자로서 매우 엄중하고
위급한 상황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13尾仔地经济到城南市文通区苏县 AK8会场场，23岁姓崔查甫人先是开车冲去进行道，弄伤路人，车无法度振动了后，就提到紧急百货公司，看到人头铺造成死伤。 개인적 원한에 의한 전통적인 범죄와 달리 일련의 사건들은 그 누구도 피해자가 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이전의 범죄와 궤를 달리하며 사실상 테러 행위와도 같습니다. 最近啊，民众行伫公共场所拢心惊惊，因为顶个月2日首尔新林东街啊路则发生一个查甫人提到乌白乱扑的死伤事件，即马阁发生同款的代志。当局初三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应，都要伫人群密集所在加强夜间巡逻，也讨论强化监视系统等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看美国的司法部，昨是以卖军事机密予中国的罪名起诉2个现役的海军哦，一个是22岁魏金超，另外一个是26岁赵文兴。那属因方定罪，这2个人上侪是被判20档的终身监禁，也是讲有期徒。 伫美国海军两栖突击舰艾塞克斯号担任机海港负责机海维护甲营运的22岁士官魏金超，这是伫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和司法人员以泄露国防机密和中国情报人员的间谍罪名抓起来。起诉书的内容指，2021年之月，魏金超伫申办加做美国公民的过程，和一个中国的情报人员介接触，用5000美金的代价出卖军舰的拿刀机海操作手册影带。 相片甲军事演习的内容，给对方。另外一个同款用间谍罪名被抓26岁海军下士赵文兴，伫加州怀缅尼港海军基地服役。伊被控为2021年开始，和一个假是研究员的情报员接触，用15000块美金做代价，爱提供处伫日本沖縄美军基地雷达系统的电路图甲拿图，要告美军伫印太地区军演计划者机密。The charges demonstrate the PRC's determination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at is critical to our national defense by any means, so it could be used to their advantage. When a soldier or sailor chooses cash over country and hands over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in an ultimate act of betrayal, we have to be ready to ac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have done here. 根据了解，2人被控的罪名若成立，魏金超会面临70年到终身监禁的刑罚，赵文兴是上悬处10年有期徒刑。美国官员搁伫记者会谴责中国的间谍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莫伊表示，对美国来讲，无比中国更较大而且跨世代威胁，指出北京为实现世界唯一强权的战略计划，未停止攻击美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来看巴西总统卢拉伫今年1月就任的时候有承诺讲，伫2030年之前，亚马逊雨林就完全无要搁插树啊。巴西的国家太空署上新的资料是显示讲，今年的7月，亚马逊雨林插的树啊数量嘛已经降到6吨来的新纪录。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虽然有进步，也毋过要达成目标，爱搁争拼。 当乌林袂阁乱炒茶，袂阁乱烧，热色先机就会出现，也是已经严重暖化的地球其中一个活路甲希望。巴西国家太空署资料显示，今年7月，巴西亚马逊乌林互人炒茶的面积差不多是500平方公里，比起去年同期减少66%，也是过去6年来的新低。 O crime, ele sabe que está sendo visto pelos olhos do sistema de monitoramento, ele sabe que vai ter uma ação dos órgãos de fiscalização e controle. 这个数据8月7日初9伫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上场的亚马逊峰会前公布。虽然减少破坏污染是好代志，不过看伫全团眼中，还有真侪努力的空间。Baixarem não quer dizer que os números já são bons. Quer dizer que eles são melhores do que os números anteriores numa situação ou num espaço de tempo ainda muito curto, né? Mas antes do governo Bolsonaro, a média do número de desmatamento na Amazônia
ela era de 6.500 quilômetros. Nós ainda estamos falando de desmatamento. 亚马逊雨林伫调节气候甲生态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真重要，其中60%拢伫巴西。巴西总统卢拉今年1月就任的时阵承诺，2030年停止雨林的开垦，也就是针对前总统波索纳罗建在乱开垦造成的严重伤害做补救。主要的手段就是针对非法乱炒茶的人重罚。今年前7个月罚款金额累计将近4亿美金，比起往年增加将近150%。根据历史和平的资料，过去雨林一直发生森林火灾，和巴西升悬到全球第5大碳排国。森林乌白开垦造成的碳排放量，更加是占巴西总碳排的46%。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美国投资的台湾科博公司顶礼拜5公告讲，8月初1就停工关厂，头一届的劳资协商嘛破局。从工会展开下晡开始，头一波的罢工哦，今仔又搁去桃园市政府抗议，要求劳动局就要强制来协商补偿费。科博公司是强调讲，公司有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公告60天后才分配来解雇，主肯的方案也比劳基法较好咯。九被报调啊，科博公司企业工会甲桃山总号召80几位员工，初次透早到桃园市政府头前抗议，要求劳动局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马上展开强制协商。强制协商，要求美国的副总裁，在礼拜1以前，一定要给我们确定的一个日期。如果再没有给我们任何方案的话，那我们不排除工会会继续增加我们的抗争成绩。目前已经宣布罢工。工会正生气，自防部部定出下一班协商的日期，也无甲工会协商到错会，甚至找外包人员伫工厂北门口设铁架围栏，是要妨害罢工纠察线。依法伫初3下晡2点40分开始展开第一摆罢工行动，尤其罢工纠察线协商完成进程，禁止原因厂出会。依据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那认为双方已经没有办法来继续协商，所以我们会来进入这个强制协商的程序。那预计在下个礼拜4来召开。科博公司发声明表示遗憾，强调依法公告超过60天，9月30日才分配解雇员工，绝对不是向停工，也提供比劳基法较优惠的资遣方案。因为工会另外阁要求每隔1年年资剩5个月的原厂补偿金无合理。劳动局表示已经启动强制协商程序，下礼拜4协商，劳资双方来指派有决策权的人提出适合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一个查甫人去银行要领50万块，讲要投资，银行的行员感觉怪怪，就去报案。警察嘛查到讲，其实是诈骗嘛抓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统计，宜兰县今年1月到6月，计共都有1400多件的诈骗案，金额有7亿6千多万假投资真诈骗的案件上多。诈骗集团的车手伫店面出现，准备甲查某人偷拄伫银行领50万。伫附近跟踪的警方随向前表明身份，甲诈骗集团成员规个抓起来。本分局发现男子遭受诈骗集团指示，要将提领款项交付予收款车手，便组成专案小组，并与男子沟通规划，见罗姓面交车手出现取款。专案小组一拥而上，压制逮捕。根据警方调查，宜兰一个查甫人伫银行领50万，讲要投资使用，轻轻公公离开，行员感觉有问题报警，警方巡线拉查，发现查甫人是有诈骗集团的指示，要甲钱交予收钱的车手。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成功逮捕姓罗的车手，也甲伫附近监控姓余的诈骗集团成员。专案依照早期罪嫌上班。你加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里面很多讨论的人，但是真的只有几个是被害人，其他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看面册会当看到袂少假投资真骗钱的广告。根据警方统计，宜兰县今年1月至6月1417件诈骗案件，互人诈骗的金额有7亿6千多万。其中以假投资数量上最金额上悬有365件，金额有5.32亿。最容易受骗，而且最高发还是所谓的假投资，比如说运用名人或是老师带你去标股。加入那个股友社。警方表示，宜兰除了假投资真骗钱，假检警的诈骗案嘛真多，呼吁民众爱多多注意。警方已经甲高雄镇市长沟通，成立打诈宜兰队，希望透过村里长到各县内每一个所在宣传，有效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受风向的盐寮，昨暗一台游览车的轮仔掉入去渠道，警察甲工程人员用2点外钟才把这台游览车救起来，加载是无人受伤。监视器画面用清楚看到一个蓝色游览车要上山去饭店接人，暗过向车害者，甩去后链道落落涂骹袂顶袂动，司机落车看马上报警。前轮敷过了，那它下面又空心的，没有轮胎没有摇到地，那怎么办？叫别的车去接啦。洞原本就有的吗？没有。这代志是发生伫初三尾仔一台专门在山顶饭店员工的游览车，伫经过花莲市方向第11线甲山岭路口的时阵，路边唔知什么原因放落，警方马上赶到现场，佮通知吊车来救援。现场以吊车将游览车吊起，铺垫铁板后，以倒车方式脱离坑洞，于19时55分排除障碍脱困，赖男9车子为0。无人受伤。路面为什么放弃？当地民众表示，这路面原本就有几个细细坑，可能是这几天风台天大雨冲下开地基。工程人员已经伫载起吞断去，详细原因要等工程单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沿海这几天是无啥雨，也毋过连续2个风台的外围环流，和外海的蚵仔白拢扫了歹了哦。农民是预估大约是损失5成。而且最近收的蚵仔因为风影上大，拢真细微、真散哦，继续淡薄起，一斤就要200块。连续2个风台影响台湾，虽然云林无重大的灾情，不过外海有不少蚵变受损害。云林大溪饲蚵仔的农民表示，风台进前有不少农民赶紧要甲蒲边仔游转来内海，不过外海蚵变即届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损失原有要到5成。因为风台来都工潮无去啊，拢无去啊多，拢无去啊多。你讲减收5成啊，偌济？收5成，工潮5成无去啊。当地农民表示，云林的蚵白伫大受做风台时阵，都风算当袂少去啊。不过因为云林的沿海风列做离岛的工业区，养殖登记无够周全，所以损失的状况真好统计。农民敢若会当个人吸收个人的损失，啊，若产量减少，嘛，互蚵仔价钱有小可起淡薄。这小当然较好咯，肥的足少的啦，肥的足少，啊，产的足多的，啊，这小真好啦，蚵仔产的向。啊，小炒偌济？200块，本来是180，现在是200块，因为风台咧做。啊，都发烟啊，发烟就散落咯啊。大溪农民表示，即届家己外海受到风台影响，蚵变损失是搁较严重。最近因为有不少南部的搬商来云林买蚵仔，销量有增加，农民嘛赶紧拼采收，趁即马价小好时阵，加卖一寡，加减跳一寡损失。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即届的卡拢风台拄好拄到大楼，北部一寡地势较低滨海地区拢淹水哦。新北市瑞丰的皮头渔港伫初二半暝有真侪粪扫，拢互风台扫到港边。今仔早起个地方是个继续在拼扫。工程车持续作业，要甲粪扫拢组织起来，因为港边甲路边的粪扫实在是太侪。伫新北市瑞丰的皮头渔港。经过卡洛风台外围环流，甲大楼了后，就变做这款的模样。15号，那个是最高潮的时候，所以高潮呢，它那个海水啊，那个涨潮就会跑到路上来，所以我们昨天呢就加班把路上的这个都清好。啊，昨天晚上又进来，因为昨天晚上大潮到11点最高潮，它又涨了。这是透早，规个皮头渔港的海面甲路的，规个拢是长期的树蛙、玻璃拢，还佫有各种的管啊等等的废弃物，铺伫海面的粪扫数量是真惊人。渔会等等的相关单位持续伫咧清理，一直到挖岛的时阵，车路才渐渐有法度互车通行。从红台前一天开始，昨天晚上又涨潮又跑上来了。对，已经习惯30几年了。因为皮头渔港是属于天然的海湾，是真好的渔港。不过嘛，因为渔港的形体较长了。近摆若风台，就会有海顶的粪扫风拍入来港内。像即届为初二半暝开始，就有真侪海顶的粪扫规个一入来片头渔港，甚至是路的。原来这款的场景对当地民众来讲，因讲早就已经惯势啊。是重点就是那个比较轻的会飘来，像我早上打开来，这边都已经飘了一堆垃圾。真的要讲说习惯了，没办法，这是
也不能说天灾什么，其实也是人祸引起的。我们如果不乱丢垃圾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严重。协会表示，风台走了后，海面甲车路的粪扫拢会清理好势，若无可能会阁流出去，影响到其他的地区。今摆目标是要伫拜六礼拜进前，甲渔港规个清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台东的田里常常出现野生动物，有农民在并田，结果并出一粒石头啊，也毋过真足看，说有得当哦，结果是一只龟。农民赶紧送去互保育团体，保育团体是发现讲，这是一只特别绝种以及保育类的茶瓜龟，所以今仔就赶紧送去互台东县的农业处。这只龟互送去台东县政府头甲骹拢揪伫龟壳内底，外观看较袂出来是倒一种龟。听后头伸出来，目睭后边有一条黄色的线，喙角翘翘，看起来敢若伫笑正古锥。经过辨识是台湾原生的茶冠龟，也是公告面临绝种的以及保育类野生动物。车衫有农民伫田里边土创的时阵，互一个农民发现，捡起来交互保育团体，车时再起再个交由台东县政府保护。他可能就看到一块有点像黑色石头在动，然后就捞起来，就发现结果是一级保育类柴棺龟。那它跟水田的关系应该是很深的，因为在池上或中国地区有好几笔记录都是在水田发现它。县政府表示，会交予野湾动物救伤中心健康检查了后，再个找适当的生态地野放。茶冠龟国叫美龟，甲钓船有真大关系，因为因介意伫浅水环境食食生态，毋过无细致就会去互种植外机器拍着伤。县政府还有农民也发现因，爱赶紧通报县政府保育区。尤其我们台东这边，不管是是最大的稻米的产地哈，那如果在整地的过程当中有发现相关的乌龟，不管是这个茶冠龟或是食蛇龟等等的这些保育类动物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99。茶冠龟因为生态地破坏，野外数量真少真珍贵。农业处讲，若做捡到保育类的龟，千万唔通私下买卖饲养，依照野保法的规定，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学校退场条例去年5月实施，学校停缴停办改善清算的费用，退场基金会当承付。教育部估计目前已经用掉5亿了。今年的6月教育部是一口气要求4间学校每年停办，所以爱先付出去的金额，今年恐惊会超过15亿。创校23年，为第1管理学院变做大学的台湾首府大学，伫今年8月初1正式退场。因为校园内也有80多位学生、70位教职人员，学生的安置甲老师慰问金，拢是由退场基金来付。学校重组董事会之后，他停招停办跟解散清算过程相关必要的费用。那目前台首大申请垫付大概1亿元。除了台湾首府大学已经退场的永达、高美医专、台湾观光学院等等的学校，退场基金已经付大约5亿。今年6月，明德大学甲环球科大等等4个学校嘛确定每年要停办，退场基金恐惊爱付15亿。事后工会以台湾首府大学甲明德做例，讲校地向大堂租的，到期了后就会行人，但是到时阵设备若袂无价，恐惊会有拍效。退场基金做垫付那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能够回收，会不会变成呆账？我想政府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啦。好，有可能就是收不回来，那就只有全民来负担。好。教育部表示，台南市府讲会接管台湾首府大学的土地，学校也有机构的资产，未买行退场基金是无问题。也毋过工会提醒，资产清算的监督甲管理需要搁较侪关注。若无台湾首府大学无人管理，草啊生甲规世界，就算真侪冬后校园会当搁再利用，嘛已经破高估。记者综合报道。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明年1月要实施，规定讲医疗争议的事件，就爱伫7日内底通报，通报了后45天内就爱提出分析甲改善的方案。双方爱先调解哦，调解无成，病人家属才会当提告。也毋过有医改会是指出讲，这个界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嘛望讲哦会当有品质管理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医疗争议诉讼产生医病关系对立，医疗事故预防还有争议处理法去年3读通过。
卫福部日前公布实行的细节，还有8项主法草案，有过期30天了后，上紧9月中正式公告，明年元旦上路。其实预告期只有30天，但是执法却有9部，恐怕压缩各界反映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加上这个上路前，病家是不是能够充分的知道运用相关的非送资源来有效降低盲送，改善医病关系？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医务法的主要原则是伫个及时关怀，还有先调解，还有事故预防。未来政府会委托财团法人建立医疗事故自主通报系统，医疗机构嘛爱设立医疗事故关怀小组。若是发生医疗争议的时阵，透过关怀小组对于病人、家属还有医生提供协助甲关怀。万一若是有事故发生，医疗机构爱伫个7天内主动通报，45天内完成分析还有改善。为着避免病医无通报。民众嘛会当伫个事故发生的60天内通报。未来地方卫生局会设立调解会，所有的医疗事故爱先调解，除非调解未成，才会当提告。我们要求医院要有订定病人安全计划，平日的要来落实。万一不幸有发生重大医疗事故，也要在法案规定的时限内来进行通报。卫福部表示，希望透过医务法的实施，让民众甲医生伫个面对医疗争议的时阵，加一个问专业意见的方式，唔免直接透过司法诉讼改善医病关系。记者综合报道。T-Pass 家人上北市个桃园1200块的交通月票，民众是真肯定哦。也毋过有人是表示讲 T-Pass 袂当预约跳外公车的座位，只会当现场等车是真袂方便。上北市的相关单位是表示讲，因会阁来讨论改善。要搭公车路线家己决定，透过跳外公车 App 规划路线，只要招到一定的人数，就会当开新的路线，是真受通勤族的欢迎。不过 T-Pass 几百套1200块月票，煞袂当预约跳外公车的座位，敢会当现场等车。想要搭到公车的话，如果可以把我既定路线都预约好的话，这样我就不用去烦恼说到时候很多行李的话还要手拿着，这样子很麻烦。跳公车你还是可以坐，只是就是变成你要现场排。可是如果不能预约的话，就等于它失去它的方便性。大部分的民众希望 T-Pass 服务的项目会当更较快。不过跳外公车的路线是民众家己规划，是属于有计划性坐车，要用信用卡、路卡来买票，才会当预约保留座位，嘛会当保留部分的座位，予现场等车的民众。新北市府交通局表示，公车业者开发跳外公车 App 是针对固定坐车人客的族群 ，T-Pass 是注重几种文具的使用，两种的人客是无同款。那目前的 APP 的付费机制，它就是使用这个信用卡。T-Pass 的话，它本身它也有一些优惠，它是使用多运具，等于是说有点那个市场区隔的这个部分啦。其实 T-Pass 它筹办的时间其实还蛮紧迫的。这个 App 如果说我们要把T-Pass 纳进去，等于是说我整个系统可能要做改版。可是现在其实预约座位这个制度又实施的算是很顺利。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再做衡量。公文处表示，坐跳外公车的民众大部分拢是往回新北甲台北市，未来会甲新北市交通局讨论，看敢要甲跳外公车的座位纳入 T-Pass， 提升便利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无当个办台湾美食展哦，今年交通部的观光局是以地方的美食结合在地旅游，要带民众哪食哪耍。嘉兴街农业部嘛对各地农会辅导上百个田妈妈选出12个上有地方特色的料理，要来销解给大家。台湾各地头的美食丰富多元，今年的台湾美食展，伫探索台美的展区，交通部观光局以台湾美的特色，让民众透过特色料理来认识台湾各地头。台北市它是推荐这个酒家菜，所以它就会推荐北投那一带，比如说可以泡温泉、有第二谷这些，它会就近在那个菜肴的区域来做一个推荐。我们也有厨艺教室，也还有民众手做 DIY， 也还有名人讲故事，那也还有游程的介绍是寻好味。都新街的农业部长期鼓励各地头的农会协助农村妇女组成的餐妈妈，推广以在地食材做出地方特色料理。这摆也为百外的餐妈妈当中竞出12班，餐饭店总铺师合作，甲地方料理搁得升级。
台南是咱台湾最早开始发展的地方，它也用友善养殖的方式在养殖它的虱目鱼跟鲈鱼。那它也去学习了日本人他在做生鱼片的放血以及做一夜干的手法，去制作出符合日本人喜欢的生鱼片的品质。那也是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人都喜欢的一夜干。台湾美食店当中也有侪侪来自各地头的大头，初期进前拢通伫店区内底研发台湾头到台湾尾的各地特色美食。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的客家，有一间少年的农民哦，伊用新的思维来种植，有真侪都市的查囡仔过去农村，甲翁做伙打拼。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来帮特别来看这间少年的都市查某囡仔哦，伊是安怎来看待农村的生活，甲伊未来的事业。最近天气的温度真正创下新高，不少民众拢秘伫冷气房内底避日头。不过对农民来讲，日头搁较美嘛要种植。若对遮的少年农民来讲，更加是真大挑战，尤其是为都市来到农村的现代青年农民。遮学迄个使迄个屁股啊，辛苦是辛苦啦，但是迄个较少人会去做啊。所以种是拢无问题啦，是后壁管理较是问题。你无可能种了，就要等收成，拢无做。这边放眼望去，有多少是你的田？如果假设我在结婚前可能知道农业一些真实这样的状况，也许我就不一定会结婚，或者不一定会投入农业。关系农村的生活了后，回乡的青年农民开始发挥创意，改变农村嘛活化产业，因引进新的技术、新的观念，让大家对农村的印象袂阁是老、阁旧、阁散车。而家拢是机械化的，借由看无同款的农业经营模式啊、运作模式，像小讲就是来运用伫咧厝里安尼。除了引进地皮农业以外，青年农民嘛积极甲企业合作，互更较侪人认捌农村，希望会当解决农村人力断层的问题。因为阮逢甲大学即摆咧推动叫做大学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甲幸福粮食这个企业合作，目的呢是甲带学生来甲咱的社区来甲咱的庄脚，看咱即马庄脚当咧发生的一寡问题。农村人口老化的问题还未解决，又搁要面对农地种田的考验。最近这几年来，政府积极推动太阳能政策，客家菜嘛开始大量种田。这青年农民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呢？烦恼是到时阵伊顶管这，伊种植的时阵。你顶管遮来洗落来的物件，洗落来甲涂骹，这逐个影响一定着边仔嘛。尤其咱讲的，伊遮的水嘛无可能讲单纯流伫咧伊园区内底，偏啊落雨，就对咱的沟仔落去啊。国内农地政策要安怎行？政府也要收集民意，为制度做规划。不过，伫客家这群青年农民，因当伫为台湾土地永续发展、实践理念面临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文调如平朋友。恁自己的环境敢有法度种西瓜咧？罗西亚伫南极的研究站哦，竟然有法度伫零下89度种出西瓜。安怎种的？种出来的西瓜敢有特别甜？咱做伙来看卖。种西瓜爱找小热、加速、日头光艳艳的所在，互伊较好大。上舒适的温度是日时30度以上，暗时22度以下。因若低温的所在是介唔好。不过罗西亚极地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说头家伫南极有地球上低温记录89度的阿斯托克观测站，成功栽种西瓜，总共开103工。На вкус и запах подобные астраханским. Всем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ось. 科学家考虑到温室内低气压甲氧气无够的因素，经红肉甲黄肉两种杂食型的西瓜，用人工授粉、特制的土肉甲营养，嘛使用太阳能系统。今年4月顶旬开始栽种，第7月收成。计共有8粒西瓜，上大粒的直径有13公分，重量大概是1公斤。От 10 до 13 сантиметров в диаметре по экватору и 0,8 до 1 килограмма весом. 罗西亚伫南极的阿斯托克科学考察站，进前已经成功栽种白灵仔菜这菜色。这个实验成功伫地球上南平种西瓜，科学家拢讲心情真欢喜。阁下来会挑战栽种各种梅仔果。南极西瓜的成功，对着伫外太空长期进行实验的太空人，也是未来按算要移民去外星的人类来讲，拢有重大的意义。讲是新闻新6倍变异。
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